这个富家千金老小姐，绝情在身探歹命，怀疑落魄的善书生，贪财招婿假答应啊！娘干双人变男装，深夜金龙寺来探访，见到书生李浩明，怀中大刺激书生啊！辱骂浩明无路用，贪财随便无正经，浩明听甲气呛呛，赶走生分两人兄啊！真娘梅香踢到铁棒，两个面啊煞红红啊，煞红红，歹势哦！禀老爷，什么代志？小姐伊唔西装打扮，嘛唔穿新娘衫。真是岂有此理！真的，江新龙的花轿已经出去真久啊！你，梅香，王贵啊，你是咧创啥？到即摆未甲小姐西装打扮？王贵弟啊，请你莫责备梅香，是女儿无管你西装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弟啊，女儿想讲终身不嫁，要伺候爹爹。阿弟也是唔甘互你嫁出嘛，所以唔才叫浩明互咱招。安尼你永远就当留踮咧厝的啊。爹，女儿感觉伊安尼生啊做，有欠考虑。阿弟就是考虑啊伤济，唔才会安尼做。真的，浩明人品端正，学问又搁知书达理，伊倒一点配袂起你。爹，真的，女儿无愿意嫁。真的，婚姻大事唔是咧滚笑，要咱个后悔。你自细汉在读册书，三从四德你也知影。阿弟安尼做，完全是为着你。爹，你安尼做未免太自私了。你两个落去。是。阿弟了解你的身体，唔只会去找一个医学的人，伊留落本地，无依无我。阿弟啊，叫伊来咱招，伊应该爱欢喜才对。女儿无愿意，真的无愿意。真的，阿弟啊，完全是为着你。你还了解阿弟的苦心吗？爹，好啊，
搁再讲。梅香、秋华，老妹来了。赶紧替小姐西装打扮。是。一拜天地，礼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上列同房。现在啊，请这的贵宾去后园入席啊。好好好，请请。爹亲别亲难提时，东邦之内将走空衣，我良宵如何度过境？娘囝，娘囝，时候无早咯。这为何你奈无出声呢？啊，敢讲我去娶着一个下狗新娘吗？哎呀，真是怨叹。老帅，